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林。首先睇一睇氣溫方面，去到6點鐘左右，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溫介乎27至30度。而再睇一睇雷達圖像，受到偏南氣流嘅影響底下，今朝不時有啲驟雨影響住本港，所以我哋預期今日多雲會有驟雨。而再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圖像，今日廣東沿岸被一道雲帶覆蓋住，而再睇遠啲，我哋見到熱帶風暴紫檀。我哋預料紫檀會喺今日同埋明日喺雷州半島西部沿岸一帶掠過，同本港保持相當嘅距離。除非紫檀進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帶，否則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嘅機會就會較低啦。所以嚟緊幾日嘅天氣會係受到活躍嘅偏南氣流影響底下，我哋嘅天氣變得唔穩定，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大家就要繼續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啦。所以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驟雨會較多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日間短暫時間會有陽光同埋炎熱，市區嘅最高氣溫去到32度。新界會再高1-2度，風方面係吹和緩南至西南風，風勢間中會係清勁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嚟緊嘅1-2日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部分地區雨勢會較大。去到星期5會漸轉酷熱，但仍然都會有1-2陣驟雨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